大家好，我係 Tiger，今日有緣四處走，帶大家嚟到青衣真君古廟啊！相傳咧，真君大帝係南宋一位叫做吳猛嘅將軍，佢當年搞掂晒啲海盜，為民除害，所以後人咧就將佢奉做神明咁拜嘅。青衣嘅真君廟咧係香港唯一一間供奉真君大帝嘅廟宇嚟噶。咁每年咧呢度咧一去到真君誕啊，哇，好鬼熱鬧噶，打鑼打鼓又有神功戲做噶。真君古廟嘅隔籬咧，噔噔噔噔，我哋會見到元神宮，即係太歲宮啦。太歲宮入邊咧，燈火好通明嘅，咁60位太歲同埋九毛元君都喺度。廟裏邊咧係唔可以點香火嘅，所以如果你要擺祭咧，就喺出邊嘅香爐啦。青衣要擺太歲嘅居民咧，嚟呢度都相當方便嘅。如果自己冇攜帶香燭，咁你可以喺呢度，喺出邊有一個辦事處，應有盡有，喺度搞掂晒。